消灭侵略者，解放东突厥斯坦是人心所向，是善良的、爱好和平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人民的神圣职责。中共撒谎，欺骗了全世界，利用美国在9.11后的反恐需要，用暴力手段假戏真做，在东突厥斯坦蓄意编造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恐惧和所谓的恐怖主义，把东突厥斯坦人民当作恐怖分子进行镇压，完全是中共精细策划的阴谋和政治炒作。直到今天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给恐怖主义下定义。很多国家的政要、媒体跟着中共蓄意编造的故事团团转了20多年。东突厥斯坦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，是善良的人民，是能歌善舞的人民。东突厥斯坦人民不提倡恐怖主义，更不支持恐怖主义。中共在东突厥斯坦使用国家的暴力机器，无数次的残酷镇压了无辜百姓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东突厥斯坦人民本能地拿起所想到的简单工具反抗中共的暴行，是符合逻辑的，是正当防卫。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主权国家，所以不存在所谓中共叫嚣的分裂国家的谬论。中共蓄意编造的美丽的谎言，使得中国人晕头转向。在这里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，东突厥斯坦人民从来没有从事过分裂他国的活动。我们的诉求是，侵略者早日离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，把我们伟大的国家还给人民。同时警告侵略者早日放弃大一统魔鬼幻想。中共法西斯集团的9000万党员，他们的亲属、朋友、五毛、自感我、小粉红，被中共洗脑而发生思维败坏的，跟着中共撒谎和欺骗他人的，没有道德素质的，没有人性的。有大一统魔鬼幻想的中国人，以及那些充当中共走狗、从中共获得肮脏利益的外国人，是全人类的敌人。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、最邪恶的、反自然的、反宇宙的、野蛮的、作恶不计后果的、使用暴力最多的、杀人最多的、没有信誉的、没有教养的、基因肮脏的流氓和暴徒组成的犯罪集团。